好啦，各位歡迎收睇2025年9月22日星期一夜晚9點20分嘅台風速報顯示時間係9點09分。1號戒備信號現正生效，可以去睇下最新風暴消息。隨住華佳太靠近廣東沿岸，本港風勢將逐漸增強。天文台會喺今晚9點40分改發3號颱風信號，預本港聽日稍後天氣開始急速轉壞。天文台會考慮喺聽日下晝1點至4點改發8號烈風或暴風信號。星期三天氣持續惡劣，吹烈風至暴風，離岸及高地可能達颶風，有含有狂風大驟雨及雷暴，海有非常巨浪同湧浪，市民請遠離岸邊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動。受顯著風暴潮影響，預計星期三上午本港沿岸增水約2米，最高水位普遍可達海圖基準面以上約3.5米至4米，而吐露港水位更可能高達海圖基準面以上4米至5米，市民請採取當預防措施。咁我哋講咗咁耐咧，我哋就嚟睇下風暴路徑啦。咁現時華佳山咧，佢而家去到700幾公里，咁去到600幾至700幾公里啦。咁就會向西北偏西嘅移動，時速大約22公里，移向珠江口一帶。咁天文台會喺30分鐘之後，即係9點40分改發3號強風信號。我哋睇下嗰個路徑預報圖啊。好，我哋夜晚9點20分嘅颱風速報就去到呢度啦。咁我哋下一節嘅颱風速報咧就係9點40分嘅。Bye。